面的中营，五营里面的中营在这里。中营大元帅就是中坛元帅，李公胜这就是太子爷公。哦，这个地点是那个柳营代天念那普渡的场所的。在古代都是那个大庙城。这附近北边呢就有柳营代天念了。哦，柳营王船记，火化王船之前会开水路，先走到这边，开水路哦。火化王船要先开水路，凌晨1点多开水路开到这边了，然后进行那个仪式，烧金纸啊，灵媒乩童都有来。哦，这以前是大水道呢，古代哦，那个道风内海啊，然后有水道可以通到这边的呢。以前的王船有从这边的水道出去呢，他说停留在那个善化那边被善化，现在代天府那边有供奉着。然后妈祖的话有跟那个铁线匠那边也有关系。